港電訊嘅 Collaborate and Lead 人才發展計劃能夠獲得 HKMA 頒發銅獎，我哋感到十分之榮幸。我哋之所以能夠成功咁將呢個計劃推行同埋實行，其實係有賴於我哋各個唔同部門嘅同事同埋人力資源團隊上下嘅支持同埋配合。呢份榮譽其實係屬於每一位參與其中嘅同事。Collaborate and Lead 有超過1500個嘅同事參與，嚟自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業務部門，亦都嚟自唔同嘅職級。由最前線嘅主管人員，去到我哋高層嘅管理人員都有參與，提升佢哋整體嘅領導力，幫助我哋集團由傳統嘅電訊公司轉型去到科技公司。Hester， 你覺得 Collaborate and Lead 嘅成功要素係啲乜嘢呢？我認為咧 Collaborate and Lead 有好清晰嘅聚焦點，同埋全面嘅框架，將我哋集團嘅業務轉型目標同埋人才發展策略緊密咁樣結合喺一齊。Heidi 啊，你係我哋呢個 program 嘅主腦人物，或者你幫我哋介紹下呢個 program 啊？好啊 ，Collaborate and Lead 領導力框架總共有5大個核心元素：跨界合作、學習領導、高效執行、推動成長同埋革新蛻變。非常之好啊 ，Heidi！ 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呢個 program 強調跨部門協作同埋創新思維，鼓勵學員喺實踐中學習，共同推動業務革新成長。咁 Heidi 啊，由我哋實行呢一個 program 一路去推廣，當中都遇到唔少嘅困難，或者你同我哋回顧一下。好啊，當然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困難啦。諗下我哋點樣去協調咁多個同事去參與呢一個培訓課程咧，已經係唔容易嘅事啦。不過咧，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咧，其實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來自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業務性質同埋唔同經驗年資嘅同事，佢哋都可以明白到 Collaborate and Lead 係集團對於每一位嘅團隊主管嘅要求，但係同時間又會令到佢哋覺得係有相關性。呢一個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非常之同意啊！尤其是係我哋將呢個 program 帶到唔同嘅國家當中，亦都要根據當地實際嘅情況作出相應嘅調整。未來我哋會繼續聚焦人才發展，將 Collaborate and Lead 嘅成功延伸至到更多嘅領域，為集團培養優秀領導人才，推動業務發展。2025年度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獎現正接受報名，一同展示你嘅培訓同埋發展計劃，快啲報名啦！